欢迎收看《后上太上宫》，有啦太感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土社長阿總股又到安老後生人大在估計時節，當然到熱天嘅時節就當然會上個今年天出愛減配先講將做得去海選太高，前面股來搞。不過咧，呢個減配嘅方法有8個種，內種係對適當最適合自己，讓做得係空前來瘦下來咧。今日要請到了解後生人來提自己來分享幾多嘅減配方法來掌聲歡迎。第一個老太太小姐都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有認真控制驗視還有3萬運動嘅阿志怡。我抽滿一支，你行去抽到乜嘅時間？我抽到。風吹就會比到天當皮，係嘛？都得變成字也會這樣。好嘞，你都得周閒咧，你都得周閒，我把種嘛，等下通下下。閒唔該閒。嘅嘛嘅閒我就唔知嗬。第一隻老太太小姐嘅阿應真。大家好，我係應真，我係對牙眉度視底波就開始變太球，10歲就會太球嘅應真。故上我做講我根本來講要個主題冇問題，我就問一句啦。我兩 V 要買再騙通告費是不是？冇啊，我兩 V，我就係愛嚟給你壓力嘅啦。我係成功案例，還沒成功。所以人家還是從偶讓你點哦，就會按有個意思。等一下嘛，走對門看啊，那個成功案例到底怎麼成功的？成功案例，失敗案例到底怎麼失敗的？哈，第三個老手嘅立家。大家好，我係唔是鏡片嘅，今日你出來穿錢嘅你家。對，偏錢嘅都在。我重新一擺，大家好，我係想外練出腹肌嘅你家。腹肌咩都腹肌也係腹肌哦。成王英真。腹肌健美，腹肌。你小立家哈，挺球不是想要練出腹肌，是練出有腦袋。你有冇按用功？第四個老手嘅就白強。哦，基本嘅小嘅非常艱苦，因為我係太好時期吼，有些不能按到男神嘅白強。現在也是男神金。哦，金也是成金啦，我走低啦。不錯，走低。第五個老手嘅就肥 King 呢。大家好，我係一切都想愛保持標準嘅身材嘅肥 King 啊。哎呦，他也是一直保持標準啊，就是標準的高。你係用貴婦嘅標準。你看，這個該破音。標準的高，所以我要拉高音。哎，看出肥 King 一下。宋寶倫已經讀高中了。係啊，所以那認真講，3位好嗎？基本也係3位。哇，超耶！但他又那麼你在噴又抖2片。對啊，終於來小姐到係應真的好朋友啊，小鳳。係冇錯，大家好，我就係東江減皮下來要唱歌引導嘅小鳳。這個就不必擔心，唔是小，絕對唔會有那種情況。一本就爆起來咧。那係標準高嘅。你個水里，你一下子變四掛咧，好好來講咧。冬瓜，不過啦，今日我睇下來，唔單從你後生人來分享，還係同那個專業先生嘅建議來掌聲分享。應用是賈一鳳，賈先生。先生好，大家好。先生基本上所以老太太講，大家平常時嘅減配嘅效果、減配嘅方法係健康冇？假使冇健康，你做得話哪隻方向來前進咯？首先問題即係當然熱天，所以講我係減配，今年嘅減配嘅目標係乜嘅？阿志怡先來講下。我剛剛頭前就有講到，我係成功案例，意思就係講我係抽下來嘅。嗰時我就有發現到，牛皮嘅世界，有，已經看過，以這大家都在搜尋鬧熱打擂台，黑歷史，大都不要。講真點啊！因為呢，我就發現到我嘅體重啊，係啲38公斤，係看起來最好、最標準嘅。咩人嘅性格強用38啊，38對呀，38要等一下。故所以我就會維持一到38，再會等一下。不過最近真係有就會變下偏，因為前一波就之前疫情嘅關係，就攝下抖嘛。我老認真做朋友啊，就是近墨者黑啦哈。本期車到咧，故所以我想有咩本意車到？係我係從我嘅體重來轉來的誒，韓國人我想嘅練從家下你家講到嘅腹肌在做，還有師傅嘅線條。嘅好朋友李家嘿來講一下，你嘅兩片吼，這鹽吼驗出3層肉，你會不會嘅8層肉？你
你磨肉啊啊，其实俺还很有肉的，其实俺睇下看俺爱用超超，其实俺的身体好很软软嘅，係有行嘅時做軟马上是硬硬嘅。硬睇嘅就不得了了。軟嘅。啱睇嘅時節就放眼高係對同意類咧。冇啦，嗰陣俺而家喺熱天嘅時候，俺就想愛健啲運動，尤其俺其實大安部嘅時間，俺都會做那個浮力提升、仰卧起坐，那個棒式，这个叫做仰卧起坐。要用腹肌啦，要用浮力提升啦。仰卧你是不是都練錯了？最重要嘅就係想喺熱天嘅時間要按用嘅腹肌啊，因為按用嘅曲線較好寬，尤其壓下其實俺天天有感受到年紀天天有啲沉重吼，所以俺喺壓下最後上嘅，但是呢啲沉重嘅時間就會覺得代謝好像慢慢的不好啦，你走再看一下蓋巴 Cam 啊、小鳳啊，超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幸福了。真嘅，因為俺平常時你係最金芒冇蠻久，金芒豆。冇蠻久嘅事情吼，就係俺嘅面較嚴掉嘅，所以壓下可以帶專業面啊。但是呢，就算俺老專業面拿下嚟嘅時間吼，根本呢還有嘅北強阿哥啊、小鳳阿爸啊，佢哋嘅面較太啊，嗰時候俺係行起係東風前景總得按樣講哦，因為射來到射妹前景冇強壯架，是射妹到射來面強壯哦，按用架殺所以我哋做啦。對拔重面，種瓜子面。架那個骨架係冇強壯的啦，總得按樣講。你看，你想下，嘅阿汪小鳳，佢上咗安台渣，嘅面吼，讓你安球用安射八種嘛。佢就會拔重嘛，通阿姨。但是俺看北強嘅 IG，他的面就會按用呢。你不要再修了，不要再修了，八小 Cam。兔係動腦筋嘅吼。八 Cam，你來講一下，假使你下就韓國明星妹就動作按用去面射嘅射來，你做啲話咧放應該掉。個韓國明星嘅時間係寬解係嗎？嘿，看對了。你講下跳白的現在幾重來講下。好啦，因為我對腳本改良師吼，咧射腳本改良師，我嘅公斤數係73公斤，不過咧兩下係68公斤。哇！不過我嘅目的蠻大。我嘅目標係到65公斤，韓國嘅體脂肪咪動就勁哦，嘅體脂肪啊，希望做啲拉到差唔多18以下，18差唔多係肌肉，做啲練肌肉會變彭于晏了呢。冇機械吧？韓國做乜嘅聽出來拉到差唔多18以下，係因為我太好時期是係練身材，該兩時我小嘅咩有講過，就是被人家叫做男神。鄭大林宥嘉，鄭大林宥嘉。你下變板橋張媽媽。小鳳，你嘅目標係18嘅體脂率係18，你嘅目標係乜我嘅？嘅目標一張嘢3公斤，看有辦法減18公斤下來冇？應該吃到你可能增加下腳，增加，增加18公斤下腳。你叫團體合家啦。第18公斤。嘅同我嘅阿燕陣根本嚟抱怨的阿燕陣，你自家嘅天台用貴妃。用貴妃咩？迄當講嘅好冇？可以做貴妃。唐朝以胖為美。唔過我所講吼，他是個根本啲現從就唔知道，我對亞美杜氏底波就開始研究減皮啊，件事情嘅痛苦都在喺嘛嘅咧。減皮因為有目標咧，就一直人生底波就會上網嚟做嘅事情啊。嗰時候看起來研究沒成果。我通告，我出隻上學建議咧。我高層嘅時間，那個墓誌碑上面啊，吼就寫應徵韓網抄下來，他承認低修大兵，也就係我嘅人生墓誌碑。也太可憐，有安在講？那個人生目標在講，我係減肥減心講吼，跟後背我看起來。打立百還以田幸福，你莫講，我只眼看不出，他2個小孩都已經讀高中。哇，凍齡女神，你們都是假的。你自己減肥嘅目標係乜嘅？因為我強過成因咧，除了講肚時好有肉以外，是係手臂和個背攏緊肉。哦，係，因為我知道咧，兩隻為數係要好有肉，是會看起來好老啊。哦，係啊，所以我想食咧兩隻為數。不過減少啦，減重動到冇強啦，所在你下就問先生講，要動已經講誒減重係最重要，所以講減少人最重要。你兩屆到底哪片冇強壯咧？好，咱看兩衫吼，看起來吼。差唔多，等於可能兩衫一衫等於兩衫過係60公斤，唔過一衫看起來一當就肉，一衫看起來有冇埋有肉。其實該冇埋有肉，該60公斤還好，因為慢慢講咧，你真緊吼，該冇埋有肉嘅其實吼，
佢會配合配到來了，佢會配合配到佢骨頭下重，佢骨密度下高，佢嘅成養下多，佢雖然佢重，唔過佢可以下健康。還有當然咯，佢雖然體重強壯，但60公斤可能還有原因，佢最主要是誘導對人身體是唔好，肉會多好時候，強度過下是唔好。係，所以減油比減重還重要。先生嘅意思其實係60公斤嘅棉花，然後60公斤嘅鐵。冇錯，對不對？意思，因為比較下抬啊，比較下斜啊。就是一個比較發福一點嘅王小鳳啊用。不過像嘅小鳳骨吼，嘅假使有減強度嘛唔好係冇。佢是做得做運動，尤其佢係做得我感覺佢有得做得重訓之後吼，佢有做得下少的。重訓啊？重訓，他就有得你有得為數吼，你吃東西你小口特別注意，有得你認為有下多吼，佢比如講吼。該含糖嘅飲料是下多啲吼，該能夠是下多啲，係好啉酒，你當然大部分會是配到嗰啲為數。跟住雞啊，豬腳啦、控肉啦、鳳肉啦，佢個冇失強度吼。不過你來所有觀眾朋友講一下，假使吼那個體脂率，誰冇人家吼，假使超過30以上，誰咧人家超過25以上就係。太肥就是肥胖，所以嘛，你個看吼，30歲以下啊，有些人可能也要看到第2排的哈，我就不講不明講哈，有啲人看第1排，不過最重要是看那邊有體脂肪，假使超過人可能代表你有太瘦的情況，你下可能自己要稍微的減肥啊，你下咪所有嘅觀眾朋友講，你自家做個內底減肥嘅項目，你對項目減肉好，你下最緊要動到係。間歇性斷食，所有嘢都跌動麼？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了。第2點就係講吼，這個熱量也要達到，不是追求極致的低。該當然吼，那個基礎代謝為幾多，那是食到幾多。某時候你小體的是係嘢小肉，唔係嘢肥。小體係歡迎大家多咗嚟後生睇成功嘅節目現場，喺你家上台最尾我就請先生老大家小幾檔減重，然後減油那天嘅目標咯。不過呢一攤咧想問大家，你家一開始就講到千多嘅目標，呢一陣問題就係講你平常時要做嘅哪啲嘅減肥嘅方法，先問下應真。哦，我同大家講，我做過嘅方法真係太多咧。唔過有一段時間啦，我有聽人講啊，冇一食飯啦，冇一食麵啦，冇一食胖啦，也就澱粉類嘅東西咧，吼，係有效果嘅哦。嗰兩時我確實就冇啲咧食，因為我平常時就食冇按到，唯一嘅習慣咧就係零咖啡，吼，尤其係零叫做 latte， 係最頂然後就係講零 latte 佢做唔得加牛奶，對我嚟講係當痛苦嘅事情。嗰兩時我減肥就冇食牛奶，咩冇食澱粉，確實啦，維持一段時間過後咧，有一個效果，確實有超下來啦。不過最近我有發現到一件事情，按到心情減肥方法，唔知睇世界有談過冇啲心理學地步啊，有人就講有上性想去食東西，係人嘅生理方面都是要；不過有上是咧，人想去食東西，其實係人嘅心情都是要。就講像壓力動態啊，你就會想去食破熱了凍過嘅東西；係講人嘅心情受力啦，你就想去食啲甜嘅東西。故所我知道講，我就算係一隻太強嘅細阿妹，我咩做一隻快樂嘅太強細阿妹，安尼就會超下來，心情當重要。一下種凍，因為減肥是個我哋減體那個澱粉類，尤其是精緻型的澱粉。因為老基減體其實希望我們不要吃太多的澱粉，那造成我們這樣吸收上的困擾嘛。不過剛才就講到佢冇係食牛奶。那改睇牛奶梗係正確嘅做法。其實牛奶吼對減肥來講吼是當好嘅東西。啱啱講咧，因為牛奶底部有鈣質，佢有研究是講吼底部鈣質吼做得不安尼吼減肥嘅過程當中吼，哈那成功吼。其實吼認真睇話，你要講其實你嚟心情當重要，吼心情好嘅下，你下唔會太瘦。心情唔好，然後會太瘦。另外呢，是因為按腸底部有個益菌啦、好嘅細菌啦、唔好嘅細菌。但你心情唔好嘅下吼，其實腸底部都唔好嘅細菌是下多。你唔好細菌是影響你腦部，腦部是會出到當到荷爾蒙，你對荷爾蒙就買就一隻飢餓素，吼，還有一隻應該是瘦素，吼，飢餓啦瘦，吼。
等于吼心情好因呐，因为瘦素是下多，是下会少。吼，等于心情莫还发脾气的因，你的饥饿素是下多。你看好发脾气，就因吼是还会发脾气是伤心会暴饮暴食，其实饥饿素下多。吼，其实心情对，你减肥是动重要，一天也不能心情好，你自然地是会少。刚刚线上唔对就会喝奶变抬头给你。因为刚刚线上讲的，其实，在最近的医学期刊里面也有常看到，就是讲就是那个脑肠轴线，这种还有皮肤3大轴线，就讲哎你假使性寂寞，还有讲哎你很靠扰，就是熬夜的时候，我们最先影响到就是大脑，还有我们的肠胃和皮肤表现出来的情况。所以呢，应征刚刚有讲到有的了解超，但是也不要觉得说自己心情好一定会瘦下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无啊，错讲，等一下太去搞，我对俺讲好发，跟俺心情就会好了，你今日走得动风了哈。看头发哦，还有冇？给300阿发就先坐底，我讲法来问白健做咧动作中嘅减肥方法。切甲讲做到动作中，你系冇看过我做嘅。哇！看下我很写技师谱咧，体育中哦，大家就吃过嘅是汗肉哦。汉药啊，哈，嗰是汗肉唔但像安用用和大皮嘅埋线，埋线双管齐下，因为有个重肉嘅分担吼，做得本嘢挑嘢气色啊，挑嘢身体啊，本嘢代切下夹啦，跟埋线部分哦，局部减肥。这个地方哦，燃脂下加安用用，所以该良心啊要吃过哦，差不多唔到3张嘢嘅时间咯，瘦咧要5公斤哦。咁5公斤哦，唔系常肉，系肥肉，因为我体脂率要下降。所以我知道动好嘅方式，不过咧，后来我听下来咧。是配转来的，所以我知道哦，这个也是要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才做得做嘅。那体育中哦，效果很好，该是医美消脂针，大家有做过吗？目前，你讲到重点咧，你下贵，不过效果真係比體育仲下好，因為你注射過嘅部位哦，該優質哦，摸咧是摸咧。有真的會消退，打擊那個脂肪細胞咧，摸咧是摸咧，不過吼，最少嘅而家皮膚要打注射300，什麼意思？我又不是醫美業務，你問啊，自己要問啊。醫美有做過咩？應該要做過啦，差唔多1000人扣啦。嗰啲機會轉來嗎？機會轉來，佢消失的是消失的。吼，個第3種咧就係減糖飲食，我哋下吼 ing 正在進行中嘅東西。個減糖飲食對我來講，等下做咧強調一下線上啦，因為我看資料，佢講吼有兩種重點。第一點是講，我大家當然哦，不如食個，你看呢個糖哦，係油質不嘅糖，唔係米質不嘅糖。碳水化合物。錯，就係譬如講水果啊，即係完全係體類呢，哈。就係當然不如食個嘅。糖類功課上行係60公克，60公克停，該係體質點要做到。第2點就係講吼，這個熱量也要達到，不是追求極致的低。該當然吼，那個基礎代謝為幾多，該是食到幾多。某時候你消退的是係你瘦肉，唔係你肥肉。消退係你。你見落見瘦吼，唔過吼可能瘦到唔係，主要係你肌肉，唔係你脂肪啊樣。減皮牛年啊！所以要我們手在如果今天我們線上在講，你下動西行一種這種168，有時候是間歇性斷食。不過間歇性斷食，記得到底很用半天來做，所有人都寫下冇，即係講你很用半天做到那種間歇性斷食好處。好，間歇性斷食，你講168是16點鐘叫冇食東西，18點鐘叫食東西。好，所以有人研究是講。目前吼，咧168是當流行吼啊，效果未當好吼。減肥又上去算卡路里，你當抖音感覺當麻煩。不過168是當簡單，你是反正該下時間到是時間唔到是冇好食吼。按其實是對減肥來講是當簡單方式做得做到吼。不過你好，因為他研究是當神奇是講168是9點開始，因為講就算7點到下至到3點做168效果提好。好，因為12點開始到，俺不需要8點做168效果是冇好。好，所以主老師講吼，你做吼是講7點，就算7點開始食到3點，開始個效果上就幫助，但是你呢新陳代謝率有關係。而記得你做168吼，一天就該睡目前3點鐘到4點鐘，我盡量冇食東西。
吼，莫讲吼，我168吼，我做得个下晝頭4點開始做12點168吼，啊，到時12點食到飽必必，馬上睡冇，嗰時冇效果。吼，還有當中是168，其實有當然吼做唔得做，買當然做唔得做。怎麼樣前日冇做168，佢發覺講，等於做168有當然吼，月經會冇起傷。哦，女性荷爾蒙會冇平均，吼。168唔係特色做得做，食奶煙比什麼煙還要好。食奶煙做得做168，什麼煙我是感覺係均衡飲食，慢慢減還好。因為我就係168搭配個減糖飲食啊。不過我今年長第一個168煙都還有10%的糞便哦。對，就是你生下來也有10%的糞便。因為減糖飲食對我來講，該下面就講到，其實它就是有字部的嘛，所以應該學東西嘅時間，應該全可以拿那個電子秤啊，以那麼個東西來去量，你下面動糞便啊，那個賣東西嘅後背啊，有營養成分表。好，帥到掉渣。哎，不容易發現哦。其實你等該吼60公克湯吼，啊等於是按個低糖飲食，你其他部分你是買係是肉，但亂泡質，係你是買個肉。哦，哎，問得清楚啊。泡妞咪就正常。就差啊，吼。其實當然講，哎呀，等於吼是個低糖飲食，就講，哎，食到3層肉啊，做得麼？做唔得。而且有啲研究講，等於是得3層肉是配合下應該168下去，貴性變肉多多。反而不健康吼，等個最好是買是雞肉吼，豆類，嘿，其實海鮮未做得吼，未做得吼，因為豆類個雞肉咧，因為佢有支鏈澱粉較多，支鏈澱粉多下不按你吼身體吼，咁樣講，下會本來下會消化體質就會走出來，意思講是乾肉變肌肉，吃雞肉變肌肉，是乾肉變肌肉，是按個道理。嗰個先生講到體質係有辦法去甲創造嘅，係冇咁錯。哦，因為我一直勞動啊，係常常就會按嘅。其實見關嘅吧，咪其實係去甲。老先生講，佢都上係跳台過來100，因為上講兩聲音可能冇機會。我嘅朋友就少見我講，我變太強，應該喺個廟嘅地步改運啊、改命啊，他有辦法。其實硬裝帶怕，冇救咧。有當然是係會配啦，嚇，有啲唔係乜個，最主要是講吼，你要買冷熱倉吼，啲為細菌變好壞細菌，咁應該唔好細菌是係會配，好壞細菌它當然是會少。當奇怪哦，所以講吼，有當然還是都個垃圾食物，垃圾食物當到東西不你衝啲為好壞細菌冇唔給踢，壞細菌較多，壞細菌是不別人配起。所以我當接是個益生菌係嘛？益生菌，所以其實你行因當到問題是因為當到加工食品系統到下去吼，個啲為好壞細菌冇去，所以當到因減配減到當辛苦是安因。唔過先生佢就是病嘅呢，都是病嘅，然後益生菌強行。不過想應該益生菌嘅糖係好嘅，也唔係好嘅咩？我講益生菌啲部會不用湯，佢係不用買，不用掛湯，但是不益生菌啲部係應用，吼，唔是燒，吼，做得食，啊，不過是因為你行業那些東西當到問題，吼，慢慢的講。OK， 那我們168那線上老太太講一下，我們的優點和缺點，還有哪啲因素，我們得是嚟線老太太來分享啊。那種間歇性斷食嘅優點到哪位，好嗎？好，其實間歇性斷食吼，意思是講機會不按你胰島素較少，因為胰島素用來重要呢。胰島素是講胰島素多吼，其實為來按你食的東西變無性的油。哦，像你食甜的東西用來配，是不？基本本咧胰島素分泌下多。先生，我講緊就糖果嘅升糖素，然後胰島素又嘛是用慣啦。升糖素冇強咯，因為佢吼胰島素倒下去吼，基本本你食東西變油，升糖素油能可以執，吼佢係唔會發炎，吼佢啱咪降解，吼降解，佢佢做得本細胞修復，吼所以是講吼，因為你16點鐘就冇食東西嘅下，你嘅微生物新陳代謝的細胞做得好修復，因它唔會老，漸漸就按我嘅有研究講。168斷食對人身體其實還有幫助。所以觀眾朋友嘛，走得想一下，因為哈，我們這一段哈，先到這給大家休息一下，給大家一個喘息的機會，做乜改？等一下轉來，漢老太再講的是講，你做的間歇性斷食，有哪啲嘢千萬唔好做，還有哪啲嘅風險要注意，還個減肥方法，按多種你最拄掉嘅減肥方法係哪啲？等下轉來繼續老太太傾下來分享了。有陣時係運動，韓國嘅搭配定食東西嘅方法。有啲人講嘛嘅切飯嘛嘅鹽線，散飯，叫個冇錯，阿聰本太似架糖。
3分靠运动嘿嘿，7分靠竞争，嘿嘿爱笑就爱拼。好，做很努力。欢迎大家多转来后上台上工的节目现场。你家上一团最美啊，有问过欣赏讲，那是我们如果要做那种间歇性断食，有点係乜嘅。不過接下來再看，做呢種間歇性斷食，佢要哪啲風險，你特別要注意嘅呢？等於原因哈，糖尿病、凍飲重嘅糖尿病是冇適合做個間歇性斷食。好，因為凍飲重嘅糖尿病做間歇性斷食，叫營養模糊哈，營養不良，它就血糖冇不穩定哈。還有當然是講，等於胃唔好，有胃潰瘍，哦，冇胃出血嘅因是冇人來做間歇性斷食。還有當然是哈，叫厭食症。好，佢最好莫做長期間歇性斷食。叫厭食症本來是有心理的問題做，但佢做個間歇性斷食，可能問題個飲食失調可能嚴重吼。他和莫是講吼，什麼因吼，等佢想後生因，想要懷孕的因，最好莫做間歇性斷食。因為研究講吼，等於間歇性斷食吼，個什麼因吼，佢好那麼軟體去吼，傷死莫種成因。所以剛剛就是線上就講到，我們就來看最後下一章，這個內底出去冇跌動，做了間歇斷食的因是動冇跌動嘅因，剛其實動到其實線上嘛有講到嘛，譬如講像糖尿病的因，有厭食症的因，有暴食症的人。第三章做咧老台在少解下。好，你有到藥物吼，叫水盆式吼，譬如講就當然佢是抗排斥藥，佢是老個強化式。好，本來是講強化式係而家好，藥個效果係好。等佢做間歇性斷食，佢上次佢食藥個時間到，你斷食時間會錯開是唔好做唔得。好，等你可以達晒身體嘅信心吼，還有成日冇原因吼，係那對太你做唔得吼，你差唔多20歲到25歲以後就做一做間歇性斷食。成日配，咪做唔得。你可能從13歲。13歲，你等於吼個學齡嘅成因吼，即青少年吼，最好能減配吼，最好方式是不給潤通，吼潤通佢是會少。好，莫不一些個垃圾食物，佢自然就會少，按下緊鬆，吼，還有紅煙啊，還有胃內的前兩年，冇適合。撒下來就問題即係講，假使本應來讀最鬧嘅那種減肥方法，你來讀哪種？你絕對總得接受嘅。自己先來講下。我完全冇辦法接受，就總得是個澱粉，因為減糖飲食你是唔適合的。該澱粉嘅方法總得。係因為雖然我做得冇食飯，因為我唔好食飯，不過我清好食胖，清好食麵。該亂講。冇唔錯，故說我冇食澱粉，正因我嘅面很低嘛，我沒有聽過講係我夾抽下來就做得戒澱粉，係最夾嘅方式。我沒有人講啊，人家係直接戒澱粉嘅話呢，除非那係你冇運動，除非凍夾就變皮。因為你運動的話，好像大批碳水化合物，這樣都得變下稠嘛。錯。因為碳水化合物是我們人體中要一些能量減油的一種方式，你要吃的是部分的碳水化合物。你講，你這個最鬧那種乾皮的方法。我最鬧嘅方法應該就係講硬完全唔食東西，無論像啲澱粉，我哋做唔得啊，就因為我知道人他就愛食東西啊，因為到乾皮冇愛食東西，其實會吃到。用我愛用做喏，因為病人家較辛苦。嘿，我就吃到愛用冇嘅好啦，嗰時候我就吃到迄個愛發出做唔定元素就冇食東西。絕食。抽夾三姊妹，今天給你抽夾好咧。好啦，做講抽夾好，安尼凍點要做得啦。唔過我吃到講係兩種咧，其實半英同聽聽啦。唔過最頂然後就講。單槍靠運動來減皮，因為運動，你單槍靠運動聽聽，你就會忝啊。啊，過你忝過後，你就想要食東西啊。或者單槍靠運動來做講有一系列辛苦啦。我做應該兩種就會搭配的。係有陣時係運動，韓國會搭配的食東西嘅方法。有啲人講嘛嘅切飯嘛嘅鹽線，三分。冇錯，啊，從本開始教湯。3分靠運動，7分靠競爭，愛笑就愛拼。好，做上努力。
你用心没有准备充分。不过讲真嘅，先生，你講佢講嘅要長麼？3分靠圓筒，7分係靠安尼嘅鹽是愛健在嘅，係麼？先講唔是澱粉吼，其實澱粉當重要。你講吼，中醫講五穀為養，等於某是澱粉，你某是澱粉，你嘅瘡其實唔會好，吼，一定係啲澱粉吼。啊，最好是講個澱粉先好嘅澱粉，跟唔好嘅澱粉，吼，唔係好嘅澱粉，是看到食物原型嘅澱粉，比如講你是米、是盤、是糙米，嗰是好嘅澱粉；你是飯薯，好嘅澱粉；你是爆薯老朋友咯哦，爆薯咪好嘅澱粉；你是鳳頭、綠頭，咁咪好嘅澱粉；你是烏咪好嘅澱粉，吼，你是馬鈴薯，嗰是好嘅澱粉。如果你馬鈴薯做到薯條，嗰是壞嘅澱粉，吼。它應該馬哥變做麵粉，它是麵粉去做的東西，蔥油餅，嗰是壞澱粉。好，麵粉去做蘇打餅乾，嗰是壞澱粉。先生係講係全麥吐司是喏？其實全麥吐司哈，一張問題，全麥吐司佢本身好食，一定不用多油。所以鹹嘅仲唔好食嘅。嗰個係造事嘅，嗰個無人愛買嘅，愛電都去買，無人好食嘅愛電都去食。其實我感覺減配最好是買是糙米盤，佢最簡單。係，不過就冇按好食的。我愛無卡全是全糙米。哦，它係原型食物啦。對，原型食物。聽一下老大家小個假使我們大量節食，某些東西你減骨頭，會有安樣樣嘅情況。其實大量節食哈，減骨頭哈是其實最容易產生嘅問題是膽結石。哦，因為當你大量節食某些東西，佢胃腸某東西下去，個膽汁是會給濃縮，慢慢是會膽結石，所以當到什麼營養慢慢會膽結石，是因為當到什麼營養好安節食，我某些東西也不應減配。哦，就算個水吼食下倒掉，咪會安樣營養。其實水哈對膽結石冇乜幫助，因為膽結石油。油佢有刺激膽汁分泌。那可能冇乜嘅膽結石呢？因為油下倒啦。跟住都是，其實當到什麼因是結石下去哈，因為某些東西，某些啉水，嘅膽汁哈濃縮下去，膽結石問題是它多，它大量結石，其實你嘅新陳代謝力會下降。哦，啱啲，所以節食就會結石，係冇錯，係。你說你嘅身體都好全部係殺掉。應該係，因為佢唔好結石嘛，全部啲哈，所以佢唔會要殺，唔係要殺，唔係殺骨就出來哈。它潤通哈，其實潤通基本的減配效果是有限，一定係東西哈，像認真講嘅3、7按照有效果。好，你潤通下到你所消耗熱量其實有限。不過講真嘅，來問下輝瓊，知道單靠幾種嘅減配嘅方法，哪一種知道按樣去絕對做唔得？哦，我是做食肉嗰個，我完全做唔得，係完全做唔得接受，因為聽到安應該新聞是講，我是看過佢訪問一些女明星哦，是講佢都非常迅速嘅嗰種瘦身方式都會食肉嘅，可是佢迅速瘦完之後，馬上身體是係肉會出問題。我知道間嘅，我是完全冇辦法。可能我係食肉嘅，白強有食過肉嘅係冇？有，我解下後聽平聽，唔記得佢講咧，咁係講就食過鹹肉嘛。對，後背我是想講吼，做啲期款吼，就是神農氏嘗百草一下吼。西藥我未試過哦，不過後來就發現哦，嗰西藥動作係用嘅本單嘅副作用來做嘅，它不是專門做減配用嘅。所以佢嘅本單係吃其他嘅東西，有個副作用，所以本身變。可能心率下降啊，某個東西啊，所以佢會改變你身體嘅本身嘅，比如講荷爾蒙啊，跟代謝啊，你假設係天體之後，那個身體會更變更差。你啱先就問你先生講，跟住減配肉。合法嘅講，有啲係冇合法嘅肉嘅，本你大量乜嘅人條。先講吼，一種是從安非他命嘅肉嘅，解下到到伊食下去吼，可能解下你睇當食啦吼，解下特別嘅有段時間吼，需要嘅減配肉嘅，佢就安非他命哈，解到你食下去吼，還不需要摸水摸，好是因為摸水摸下去，好其實變，其實是這種等於有種毒藥啦哈，還有一種是甲狀腺素。
甲状腺素是不因甲状腺素下倒，吼，不过没有嘅副作用，吼，根本就是会该你们凸出来，好，因为可能动到女明星凸出来，哈，还有种是不应该肉没吸收，该肉疼时间，吼，该不也肉。你食东西就没办法吸收下去吼，其实会跟恶力度恶油下去。好，从安眼减配，其实我有看过，当初安眼减配的人吼，你有发现讲佢皮肤变差，好，还有形状唔好，好，伤息绕的唔好，更唔好，吼，所以当到安眼新闻，吼，每个人慢慢某种改种方式减配，其实减配吼，摸清楚摸清楚个吼，人就会肉个当初就在肉讲合法，你下就等不合法，好，所以其实最好莫用肉，很容润通，然后吃东西均匀，其实最简单。那假用去食肉嗰个时节哦，个性虫啊，个许多动物的肺体咧，还有很像的一直心悸人地嘛。我想讲，我看到两三个安静哦，还心脏比不跳啊。想说有恋爱感觉，我奇怪，你個講法係用嘅，不過講正經啊，減配正經唔係人嘅所做的，剛才就講到要肉個切對，假使真的去審視它，怎麼樣讓我們身體變得它拿抗健長在錯嘅時候，你家下線上面就講到，就係講7分要靠飲食，樣板先好好來是將到底好好來炒下來，等下將來繼續落台下聽下來分享了。你要紧紧动好哈，是对个冰的烤地瓜哈，还有茶叶蛋，还有摸绕通的黑豆浆。那老师，冰的烤地瓜老蛇的烤地瓜有差吗？有，个甜分个吸收冇强咯。厉害。刚刚台下多咗咧，後生台上嗰個節目現場，我安利家就講到3分口運球。我聽見早都唱了。好嘞，我在做 my fault。3分口認同，7分口舌插，這個舌對安利嘅減配真緊當重要。然後就從線上，從安利運動是從醫方線上，然後他要小改它，假使安利要增肌減脂，用半天舌讓做得達到最好嘅效果。哦，你可能在便利商店也有增肌减脂餐，我感觉当好哈。润同1000哈，叫做鲜蔬烤鸡便当，去呛菜下豆，好，其实分量不蛮多，好，去盘蛮多。因为因润同100020道东西它你长就力气能量哈，系润同。润同之后是高纤无糖豆浆，因为是调能的，因为风头地方有支链氨基酸，该支链氨基酸早会变，你身体肌肉，嘿，好，所以一天20道无糖豆浆哈，和你感觉米哈是冻好，这个你要紧紧冻好哈，20道个冰的烤地瓜哈，还有茶叶蛋，还有摸绕通的黑豆浆。那老师，冰的烤地瓜老蛇的烤地瓜有差吗？有，个甜分个吸收冇强咯。厉害，我讲，要抗性淀粉哈。不管是马铃薯、错，意思是错哈。你该像该番薯有冇哈？因为番薯有你做过研究是讲哈，你番薯少来食，它扁浪来食，变果来食，它是脆的，它是配的，来综合系 DGI。结果哈扁浪是 DGI， 哈扁浪就脆的，它那 DGI， 配的效果过点，所以。应该好，番薯不用让下去吼，个 DG 系统还唔会把过来吼，好又法度减配，是按个头里。所以你下现台应该都要吃冷饭啊。系啊，不用人张为说，冇错。特别阿婆讲，你是让盆胃肠唔好，是两卖道理，因为让盆不用让下去，叫做抗性淀粉，抗性淀粉下去吼，你是还冇效法。好，因为很讲问题，你盆吼变过，就拿来炒下去。到底係咪嘅 GI 值會變過？唔會。所以你減配你判病變相變過以後，長大咧脆少咧是基本係 DGI。所以我都要吃剩飯剩菜隔夜飯就對了。不能吃隔夜飯，炒被你了喲！被你了，是不是仙人掌菌哦？下面都有哦。我背起來談到嗎？是純的啦。該認同過後做得顯那條東西咧。其實哈，該氣泡水最主要是不你水分啊，因為水分哈，一定是還有該體力哈。它是香草雞胸肉，
肌胸肉基本上就当做支链氨基酸，你润通以后，你的增肌一定是个肌胸肉，基本上就支链氨基酸，你的肌肉才会较大。一个东西也都讲，食到有都饱足感咩，都得维持较久咩。最大问题，迄都市唔会有咩上来食啦。搿就是心情小搿就是心情都市呀，食啲很冇错。就上来太闊。其实你好，等于都是要吼，你就等于是为下胎吼，你仅仅当儿时东西给他吼，没有做奉献，从来教你当东西，你按不需要你做预防痛，譬如讲你子孙痛未好，冬瓜痛未好吼，还是彩条痛未好，你先是两三分痛以后，你暂时你嘅东西。哦，暂時。十位冇錯。跟人家講嘅冬瓜加排骨嘛。係當然做呢個排骨。對啦嗬。那是肾淋痛，哦，然後咧本來有糖沖掉無啊？那味道好些啦，糖沖掉無？跟阿子來問一下，你這個今年有冇新嘅減肥嘅目標、減脂嘅方法？其實我真係冇乜嘅新嘅方法，唔過呢，我那係比如講我那係日日啊食挺多嘅，我間日就會食較少。不過我最近有發現挺多嘅減糖食譜，還有乜嘅無麩質嘅食譜，我就有吃定來做，想要維持下康健嘅成分。睇起來了嘅康健啦，係。唔啲真正做起來，咁係強用按康健。當康健啊，看起來就當康健啊。跟硬是唔對咯，不過講嘅當康健，不過做起來咁係強用按嘅體做，硬就唔對。跟你講今年新嘅減肥目標有冇？其實我根本繼續係來賺錢嘅啦，唔是。冇啊，你冇減肥過？你做嘛個飯同個硬真嘅唔對呢？個啦，我其實就係想要當然來運動啦，我說堅持動重要，就像是東西重要，像講一下八強嘛，是個減糖東西嘛，其實我係堅持嘛，不過要運動對我來講，上面上係一個動態嘅功課啦，就像我練腹肌啊，練本身嘅曲線。腹肌係動哪度？下邊肌出出嚟啦，吼，嘿。不過唐講你對八強之前做嘅東西都有興趣。超，因為上班我就談八強講話嘅埋線，我就說哦，談到要懂電影相啲嘛，因為我對減肥完全就冇去了解啊，第一擺談到要埋線就說哦，懂電影相。你係講談起來懂電影相？係。因為用你談起來電影相上嘅去做。你就係阿大媽控鼓勵。哦，我知道其實 smile 有線你敢唔講英語？哦，因為不你 smile 哦，你做下去嘅時間會酸會痛哦。你要驚嘛？誒冇，我係寫來。不過八強你今年想來做到係哪條？好，我講出來冇嚇到哦，因為我曾經就考慮過去做抽脂手術。因為超腰。嘿，唔過咧，我係講我鼓勵大家去啦，我先老大家講下，抽脂其實唔會本因變瘦，唔會。cái體重係前後係強壯 ，before and after 係強壯嘅。其實係嗱，你局部減脂停啦。假使你係想嘅真正想嘅瘦，你係靠運動啊，靠飲食下加。假使你真正瘦下來之後，發現哦，你肚臍兩片很有啲肉長落去靠你，咁樣嘅效果下好啦。我對我來講吼，你下傳承下重要，因為抽脂下貴。我係想嘅發展。原來係顯示考慮嘅部分嘅阿印證。其實按你糖體高向，就發現到一個問題啦。像白強嘅啊，哎呦，我試動到錢，係冇按到嘅錢。啊，佢像先生講嘅。唔講你有命啊？係啦，唔過像先生講嘅咧，我知道講咩動真掉，唔講發動到嘅時間。韓國假使你講吼，按你冇堅持你嘅人，應該就做唔到。故說係分享一隻方法吼，一隻樸素本大家，按到失戀瘦身法。誒，客家嘅梁靜茹就有講唔錯了。分數快樂唔會變超，故說你分數嘅時間，你就會更叫冇想去食東西，當家就做得。冇可能，有的你失戀，你就會太富咧。冇，重點係你有這麼多戀可以吃嗎？所以我們先來談個戀愛啊，分數那就做得變超咧，就做得分咧。然後就做得，我就看你乜嘅時間分數，問後輩嘅媽媽，你今年想來做到哪條新嘅改變？唔係想要分數。我想做嘅改變是係希望第一個就是運動一定維持嘛，重訓連續1個小時不要停止，佢哋會做到。係，韓國是係我希望食韓國作息，這些東西讓那個作息時間是係完全改大調整，本機動緊鬆咁樣。按用緊緊動好，希望喺你回傾，行擺看到啲嘅時間，變成那個肌肉女超人。不過最尾喺場線上，老大家講下。假使你係正確嚟減肥，哪啲好習慣喺你保持下來？
吼，一天吼7分饱吼，莫然后安尼都是从个垃圾桶吼，买东西贵还得到垃圾桶底袂度吼，吼，它食饱之后小口夯下去，夯每只好处还莫胃食道逆流吼。它食盆吼，最主要是讲吼，虽然饮食很关键，不过一天要运动，尤其饭后运动吼最主要吼。不过我们系就等于讲食累之后，我们在做运动，该会胃下垂嘛。好，莫激烈运动，还强来运动，像散步。哦，按着促进胃排空吼，它吃的莫是甜的东西吼，含油的东西，哦，像该含糖饮料切对莫食，吼。白天根本也是动动。嘿，其实含糖饮料是最大的隐忧哈。还有生活作息正常哈，早睡早起，莫熬夜，熬夜没了亏。王小凤就在讲你，半夜3点半忙还算多哎，老师。假使讲我3、4点这样睡，不过我隔天我睡到冻住，安尼算熬夜嘛？算熬夜。他就睡到9点钟哎。系啊，莫强容。莫强容，因为你先后最主要，你的性体是讲大概日照时间有关系。你跳走去。不是说要拉窗帘。拉窗帘没弄好，因为你还是要按照那个身体的韵律来。真的，俺老因讲地球真的是有转动了，因为俺自己就学掉不哦，俺老一关门去看到日头哦，它一样照样照4季下蛋呢。真紧，好亮就是地球的运转，还真紧就是用关。你上海学起来，那么学。求强咯，我根本吼本台都来分享，还有像安尼请先生来到现场，所以讲正确嘅减肥方法，但係減肥嘅方法有8個種，不過唔係特種嘅減肥方法是適合特生有自家當地當嘅減肥方法，先到自家減肥方法，今年熱天是半夜當好嘅好的夏天咯。我記得下禮拜強一時間我繼續來收看，安尼嘅後生太上工，有冇睇過？見開見謝，周天公，見開見謝，見開唱的很有道理啊。見條過後，拜拜。周天公，真的要运动，是真的。真嘅要運動。因為個情都喊笑嘅。